Hello， 各位街坊，Simon， 今日又同你講翻我哋十字門呢邊嘅短租。近排租得最多呢，就係我哋嘅海外華僑，即係美國啦、加拿大啦、英國啊、澳洲啊，翻嚟嘅華僑租得比較多。點解呢？因為佢係可以短租嘅，最少係可以3個月起步，租3個月。咁就係我哋呢兩棟啦，即係天戀海悅。T2 成棟樓係一個酒店式嘅公寓嚟嘅，入邊所有家私家電全部係齊晒嘅，最重要就係全新嘅一個酒店式嘅服務。咁首先就係有齊晒所有嘅床單啦、被啦，同埋枕頭啦，包括一次性嘅鞋啦，仲有牙刷啦、沐浴露啦、洗頭水呢啲全部係有埋嘅。全部係新嘅，最重要就係仲有早餐送啊！你拎包呢就可以入住噶啦，咁仲有免費嘅網絡用啦，仲有就係送埋健身卡俾你最重要就係每一個禮拜呢就有阿姨過嚟幫你搞衛生清洗床單被枕頭呢啲，就有專人同你服侍嘅。咁而家租緊嘅單位呢就係55平方嘅一房一廳，租金就係3800蚊。咁兩房呢就係80平方嘅，咁租金呢就係5300蚊嘅。咁樓層嘅話都非常之靚仔嘅，咁你中意睇遠景睇海景有啲就可以揀嘅。但係呢而家租嘅人比較多呢，即係每一個戶型睇個景都唔同，咁就要嚟到現場睇啦。咁我哋琴日呢啱好就有幾個 fans 租咗嘅，咁佢就喺加拿大嘅翻嚟佢都係有一對呢係兩夫妻，咁有一個呢係一個人住，咁有一個係租咗2房，有一個係租咗1房嘅。佢哋租呢都係3個月。佢話我喺呢邊簡簡單單住一段時間貪下面有華發商都商場，落到樓下有早茶飲有飯食，即係好多咖啡廳茶餐廳，同埋有永旺嘅超市即係買嘢嘅話落街就可以買到啦。星巴克齊晒喺度，加上呢個位置呢又有港澳直通巴翻到香港嘅太子荃灣呢啲地方嘅，係非常之方便咁如果你係坐金巴過到嚟，即係喺港珠澳大橋人工島落到嚟都係10分鐘啫嘛，打的最多就係20蚊咁上下。非常之方便嘅，包括你要去澳門打的或者坐公交車2-3個站就到灣仔口岸坐成個澳門都非常之方便。喺十字門嘅交通同配套呢算係頂級噶啦，無論係去珠海任何一個地方都非常之方便四通八達想點樣去都得嘅最重要就係可以短租。咁有好多街坊翻到嚟呢就係想住一段時間，咁佢又想飛去其他城市所以呢個位置呢係非常之符合你哋嘅需求。點解呢？首先佢就短租啦，咁佢所有嘢都齊晒啦，又唔使你自己後期再買各樣嘢你直情就拎包入住，想走就走。咁我哋呢幾個街坊租佢呢就係想住3個月，體驗下珠海呢邊嘅環境，然之後呢就去上海西安嗰啲地方旅遊，又係個幾2個月嘅。所以我今次呢又推薦俾你哋，如果你喺海外諗住翻嚟揾一個地方暫時居住嘅，咁係可以揀翻十字門呢個板塊嘅所有嘢唔使講，過到嚟體驗就知啦。咁而家就跟住我鏡頭去睇樓先。
風飛散發披肩，眼裏散發一絲恨怨，想要告訴我，你此生不變，眉宇間刺痛，匆匆暗閃，悠悠戚戚循環不斷，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視線碰上你，怎不心軟？唯有狠心再多講一遍。蒼天不解恨怨，痴心愛侶仍難如願。分開雖不可改變，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開越遠，心中對你更多掛牽。可否知此心一變，就算分開，一生不變。反反覆覆多次失戀，進進退退想到從前，讓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別了不知哪一天相見。痴心愛侶仍難如願，分開雖不可改變，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開越遠，心中對你更多掛牽。可否知此心一變，就算分開，一生不變。反反覆覆多次失戀，進進退退想到從前，讓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別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見。灰的天，痛的心，緊緊扣着，彷彿編織千個傷口。一雙冰冷了的手，數算着歲月，共熱情變舊。寂寞漸漸地接近，風聲裏只向我招手。當天依靠我的心，帶着美麗故事淡然退後。原諒你沒法跟我走，早知愛是拒絕或接受，其實我說不出口，只恐愛在你別去之後。將哭泣與心聲一一退避，掩飾心中千個傷悲。深深一吻你的手，昨日美麗片段盡還你。試問會或注定相戀過，卻叫我心死。過往與你那一切，盼望告別以後接忘記。原諒你沒法跟我走，早知愛是拒絕或接受。其實我說不出口，只恐愛在你別去之後。愛得比你深，痛得比你深，與你兩個
像學入與心聲也一退避，掩飾心中千個傷悲。深深一吻你的手，昨日美麗片段盡還你。試問會或注定相戀過，卻叫我心死。過往與你那一切，盼望告別以後漸忘記。原諒你沒法跟我走，早知愛是拒絕或接受。其實我說得出口，只恐愛在你別去之後。愛得比你深，痛得比你深，與你兩個世界如何接近？愛得比你真，你不懂我心，我對你那愛意卻是最真。愛得比你深，傷得比你深，與你兩個世界如何接近？愛得比你真，得不懂你心，我對你那愛意卻是最真。愛得比你深，痛得比你深，與你兩個世界如何接近？愛得比你真，得不懂你心，我對你那愛意卻是最真。像大海的風景，有時冰，有時冰。親愛朋友，你著小心。人生的環境，乞食嘛會出頭天。無怨天，無尤人，命順命歹攏是一身。一杯酒，兩角面，三不五時嘛來鬥陣。若要講博感情，我是世界第一等。是緣分，是主見，好漢破幕來散見。唔驚風，唔驚冷，有情有義好現場。愛的光景，一途著嘆少年時，求名利無了時，千金難買好人生。像大海的風景，有時冰，有時冰。親愛朋友，你著小心。人生的環境。